2020到2022，全世界疫情很严重啊。疫情过后，现在又开放人群可以群聚活动，因为有疫苗以后，就比较能够开放活动。重要要吃素啊，修身养性啊，不要有那个仇恨的心啊，不要跟众生结恶缘，免得那个反扑啊，众生灵的反扑。不要吃动物的肉，不要跟众生结恶缘，免得因果业障的病，因果病会真要医不了。瘟疫这么可怕啊！